4班160嘅賽事係揀咗寶城智星上一場嘅演出啦，見到12檔出閘啊，綠色衫8號嗰隻呢，就係隻寶城智星啦，咁啊紅色帽啦，藍色眼罩，而家呢追到上嚟第2位嗰隻呢，就係寶城智星，我話出閘好快咁啊！放頭呢，就係黃色32號嗰隻線路曼，你諗啊，寶城智星其實今季季內呢個演出都好好嘅，喺呢個1650嘅賽事連跑4次呢，1 win 3批啊，一個第一，3個第三，包括呢一場啦。咁你諗下，呢一場係一個蝕到無論嘅情況之下，咁佢都可以走得唔錯噶啦。見佢呢，採咗一個好主動嘅方法去跑啦。咁班德黎呢，就即係邦丁古豪馬房呢隻寶城智星呢，就係搶開去頭嗰度跑啦。咁一路呢，其實就都跟到前面嘅速度同埋個演出呢都唔錯。咁當然啦，佢個磅唔算話好重啦，上次就126磅啦。一路見到啦，咁佢就依家喺個二搭嗰度咧，咁啊拍住啊隔離2號啊嗰一隻嘅赤馬紅峰，咁赤馬紅峰都唔係一隻差嘅馬嚟，咁啊見到紅色衫藍色就嗰隻，咁啊寶城智星啊，咁啊雖然就冇個欄去即係貼住幫佢啦，咁但係咧佢喺個二搭嗰度一啲都唔輸蝕咯，一路咧都可以緊咬住啊前邊啊，依家放頭啊12號嗰隻線路萬里啊，好啦，差唔多咧轉彎咧400米入嚟轉到入嚟直路嘅時候啊，寶城智星咧開始呢度咧。就已經係發力㗎啦，咁啊一路呢，其實就轉咗入嚟中檔嘅時候呢，分一分疆班得嚟，跟住呢就打兩邊落嚟。其實隻馬呢個演出呢都真係好好啦，打落去有反應咁，一路其實去到百零米嘅時候呢，一度呢都出咗頭啦，但係呢，短兵相接之下，4號嘅紅海徑呢，咁就走外檔翻嚟呢，咁就輕輕咁就都係同埋隻年年夫婦呢，都係贏佢好短嘅距離啊，所以我覺得呢，寶城智星呢。喺嚟緊星期3晚嘅賽事咧，大家一定要留意。我覺得呢隻咧做膽咧絕對穩陣啊！以場4班160嘅賽事，除咗推介俾大家嘅寶城智星之外咧，腳各方面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幾隻。第一隻就係落班嘅龍船快啦，一檔135磅咁啊！喺呢班嗰度咧，肯定係有個班嚟嘅優勢啦，隻馬都係有質地嘅咁啊。雖然重磅，但係都要點都。兼顧埋佢，同埋有個好檔咧，應該慳到腳程嘅。另一隻大家可以去留意下呢，就係3號嘅綠色好勁啦。咁啊，呢隻馬都係側身啲啦，咁最近都叫做近翻啲啦。3檔132磅，咁啊田大安睇下點樣發揮啦，應該就會相對好少少。最後一隻呢，就比較難揀啲，因為呢場都係啲亂少少嘅場合，但係我揀咗呢一隻嘅11號嘅魔法速遞啦。咁啊呢隻馬同阿湯姆森都係特別夾啦，咁啊。最近就開始都個演出好翻啲啦，咁啊啱啱喺2月19號咧就上個名嘅，咁啊跑到第3輸條頸嘅啫，咁所以咧都要兼顧埋佢啦。重複今次心水咧就寶城智星做膽拖，落咗班嘅龍船快啦，同埋綠色好勁啦，仲有呢隻魔法速遞嘅好拍檔阿棒一樣好嘢提供俾大家，記住 CLS 我哋 subscribe 埋我哋頻道，撳埋鐘仔。希望大家呢一齊做足功課，星期3呢就贏爆馬會。